交通事故唔能夠隨便私了，後果好嚴重嘅。喺日常嘅生活中，交通事故時有發生，為咗圖省事，好多人會選擇私了。但係咧，呢種睇似便捷嘅方式，有可能帶來嚴重嘅後果。法院審結咗一單非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，就為我哋敲響咗警鐘。趙雲同埋周瑜就分別駕駛電動自行車喺非機動車道上逆向行駛。周瑜從後方超越趙雲嘅時候，兩車就相撞啦，導致兩人受傷，兩車損壞。事故發生之後咧，雙方自行協商私了，周瑜就向趙雲支付咗1000蚊嘅和解金。但係咧，第二日周瑜因為身體不適，被房東送去醫院，經搶救無效死鬼咗啦。周瑜嘅死亡讓家屬懷疑係與交通事故有關嘅，於是將趙雲起訴到法院，要求趙雲按照30%嘅比例賠償死亡賠償金、精神損害撫慰金、醫療費、喪葬費等共計58萬蚊。交警支隊7個月嘅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顯示，周瑜負事故嘅主要責任，趙雲負事故嘅次要責任。司法鑑定機構7個月嘅意見書亦都表明，周瑜嘅死亡符合外傷主流腦損傷。呢個損傷係此次交通事故中可以形成嘅。法院審理認為，喺責任劃分方面，周瑜駕駛電動自行車喺非機動車道路逆向行駛並且超速，係事故發生嘅主要原因。趙雲同樣存在逆向行駛同埋超速嘅交通違法行為，亦都承擔相應嘅責任。此外，周瑜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喺事故發生之後，尤其係已經出現受傷嘅情況下，未及時就醫或者尋求醫療，一定程度上延誤咗最佳嘅醫療時間，佢自身亦都應該承擔一定嘅責任。綜合考慮案情同埋雙方嘅過錯程度，法院就認定趙雲承擔20%嘅賠償責任，周瑜就自負80%嘅責任。最終，法院就判決趙雲賠償周瑜家屬死亡賠償金、精神損害撫慰金、醫療費、喪葬費等共計38萬幾。交通事故私了有咩法律風險？交通事故私了雖然喺一定嘅程度上可以快速解決糾紛，但係亦都存在諸多嘅法律風險。首先，私了協議喺法律效力並不絕對嘅。如果事後發現傷勢惡化或者其他嘅問題，可能會引發新嘅糾紛。其次，私了之後，當事人可能冇辦法向保險公司索賠。為咗避免因私了帶來嘅法律風險，建議當事人喺發生交通事故之後及時報警。事故發生之後，應立即撥打122報警，由交警部目7個月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明確雙方嘅責任。